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4月16日，星期四。香港樓市焦點落喺啟德跑道區嘅天璽海。新鴻基地產旗下呢個現樓豪宅項目，再錄得一宗震撼成交，5座6樓 A 室以6968.8萬成交，實用面積1401尺，4房雙套，尺價逼近5萬蚊，成交尺價49742，呢個價可謂刷新近月跑道區紀錄，反映優質現樓海景單位仍然深受豪客青睞。項目自現樓推售以來，氣氛熾熱，屢售理想。新地城勢再推第2 B 期，樓書已經上載，提供140個單位，4房佔逾60%，戶型由2房至5房不等，面積介乎498至3537尺。市場估計新地短期內會以招標形式推出第8座部分4房海景分層單位。講返整體一手市場，中原地產數據顯示，2026年首季一手私人住宅買賣合約登記錄得5506宗，總值達647.5億，連續4季突破5000宗，創22年來最高首季紀錄。其中啟德區表現最搶眼，貨尾盤成交金額高達110.9億。一手市場去貨速度加快，大手客入市頻繁，呈現新盤大升、信心回歸嘅局面。講到二手市場，就要講下最近幾宗話題性十足嘅短炒及獲利成交。元朗朗天峰一房單位以410萬沽出，業主持貨僅14個月，帳面升值達44%，反映新入伙屋苑造價急升，短線炒風重現。而沙田第一城2房以436萬成交，期內升值約32.9%。藍籌屋苑買賣議價空間開始收窄，短炒及換樓客再度活躍。至於港島區西灣河麗景灣2房單位以668萬易手，業主持貨12年，穩賺75萬，屬長線持貨穩健獲利例子。近期二手市場短炒升溫，大型屋苑及新入伙盤獲利個案增多，但10大屋苑週末成交仍維持單位數水平，主要受新盤吸客效應影響。當然，樓市唔係冇蝕讓個案，屯門愛琴海岸2房以485萬成交，較銀行估值低約13%。大埔中心2房以380萬易手，持貨5年半，帳面蝕約48萬。展望全港樓市格局，戴德梁行發表2026年首季回顧報告，指出儘管中東地緣政治局勢緊張，本港住宅1、2手交投仍然熾熱，季度成交宗數約18650宗，按季升9%，按年升53%，當中一手成交佔比約30%，各類型單位樓價皆錄得升幅。執行董事及香港研究部主管鄧淑賢表示，若中東局勢短期緩和，全年樓價有望升7%至10%，但若局勢升溫，升幅或收窄至約5%。另外，甲級寫字樓市場已連續10季錄得正吸納量，中區租金見底回升，全年預料整體租金可升最多3%。再睇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最新報153.68點，按週升0.99%，連升2週共1.86%，創近2年半新高。中原分析師楊明儀指出，新盤銷情理想，刺激二手氣氛，低價盤減少，買家信心進一步提升，再加上供應鏈收緊，補地價收入持續增長，反映發展商對後市仍有信心。講返物業市場其他動向，商業物業方面，戴德梁行資料顯示，甲級寫字樓淨吸納量繼續正增長，核心區一線街鋪空置率持續改善，受金融同保險業支持，租金回穩，甚至有小幅上升。零售業亦見復甦，總銷貨額保持輕微上升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。